耶大家午安，大家午安。我是陈火蛇。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心虚？大家午安，我是瑟西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算第一次有两个人一起出现在画面上的深 V 转盘。对，的确，因为这个本来也不叫深 V， 就是它原本只叫唐突的深聊，但是因为现在抓了 V 来一起聊，就变深 V 了。没错，我们今天要来点深 V 话题，至于会多深就不好说，看转盘。对，看转盘，那转盘的字蛮小的，大家应该是看不到。对，但通常转盘都很擅长做节目效果啦，所以我们相信转盘，对。那我们在转盘之前，我们刚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问大家？对，我们刚刚在后台准备的时候，然后就在聊关于常常有 VTuber 出了新衣装或 2.0 之后都会变色。没错，比如说我们就在想说，所以男生的身上，就是以男 V 来说，身上有什么样的元素你们会觉得很色？对啊，我超级好奇。你们应该算男 V 观众吧？你们应该算男 V。深 V 是比耶吗？我觉得可能是一边伸懒腰，不是，没有懒腰，没有懒腰，没有这种东西。这是毛毛的习俗。没，那我们台有兑换才有，但要开图期。没有开图期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懒腰是可以兑换的。对啊，它是忠诚点数兑换。它一直换你就要一直伸懒腰。它有 CD 时间所以就是每隔一段，它有点像是我的番茄钟，大概每隔20分钟可以换一次这样。我就会被强迫要舒展一下筋骨，你知道，就是医生都会跟你说，你坐久要起来站一站啊，不然你的肌肉会退化啊，怎样的。对，哇，好健康哦，换那个就可以。对啊，就是一方面大家有互动感嘛，二方面是反正医生都叫我要起来动。顺便动一动。对，所以工作台就会开吐气，这样就会有喝水跟那个，因为我也常常会忘记喝水，对，喝水跟伸懒腰，就是我工作开吐气，他们就会提醒我，好赞哦，好赞哦，把他们当番茄钟在用哎，没错。还可以回收点数，好赚。没错，观众就是我番茄钟。哇，有观众说色不色要看表情，有道理。好，没关系，火蛇是色的那边，我就长这样了，always。对，就是感谢欧拉夫，谢谢大家，谢谢，都是欧拉夫画的好。没错。我觉得欧拉夫蛮会画色色的人的不是，欧拉夫蛮会画形形色色的人的，色的那种表情，或是很凶的。以欧拉夫作为那个，你知道什么？作为标杆这样子，我要努力学习。真的，你也想要画形形色色的人？我昨天画了一个细拇指形形色色的人。我好像有看到你有发推嘛？有看到啊，对。超好笑，突然就被狙击了。就比如说，斯洛姆，你小心了。真的耶，不过斯洛姆已经被画了，但他是迷，超好笑。但是他不是前阵子也有一张是泳装的，露出度很高嘛？真的吗？太色了吧！我有看到那个啦，女仆装的。虽然我觉得好像。你说你觉得怎样？我觉得以斯洛姆这个防灾式的背景，他穿了泳装，我就会觉得就是救生员，超没礼貌，好合理啊！我的天哪！对，想到有人说想像欧拉夫一样会画色色的人，真的好像他也会画，这家伙也会画，好不好？你知道通常会说那种好好哦，我也好想会画画，这种人都很会画画，都会说什么哇怎么那么会画，好羡慕，然后一点开哇你也超会画，想怎样？这人也是个大手这样。哎，没关系啊，都这样。不会啊，就例如说我们在那个之前OVC 的时候，然后只要有 reaction 也会有一堆人在下面说好好，我也好想会唱歌哦。
这些人。对，我想到之前我推特也有发一个，就是说之后虽然我还在拖，但是之后我可能会有一个教大家说台语，就是幼幼班的企划。然后有那个平常会用台文发文的 VTuber 跑来留言说他参加啦，你是没看到我写幼幼班哦？我很适合，看来这个 TA 就是我了。没问题。我之前为了我的订阅，就是因为他们说签订的时候要台语歌会这样。我真的很认真的练台语，我是真的有就是请老师来教。哦，好酷哦！那你说语言顾问啊？就对啊，有点像这样，然后就是有一个那种1个小时的那种家教班的感觉，然后就是教我怎么好好的把这个歌的发音念好的。哇，蛮赞的！如果之后还有需要的话，我其实也蛮乐意帮忙的。对啊，我觉得我需要。可以。对我，尤其最近又出了好多新的台语歌哦，然后觉得、哦好好听哦，真的很想念。我也有那个叫什么？那个签订台语歌会哦。好好我觉得我开台语歌会，感觉跟没特别写差不多。肯定会很标准。谢谢。那直接拿来当那个教科书应该没那么夸张吧？没有吗？我不知道，没有啦，要假装谦虚一下。好的。对我来说可以啦，对我来说可以。好像有道理耶，这样就是。哇，我要认真不会讲台语那一种。没关系。我觉得自从我之前学会50音之后，他们拿那个来标台语，我突然就觉得我好像比较可以了。哦，好像因为可能日语跟台语好像蛮多音也蛮像的。就是那种念起来你会比较就有点像之前会有人拿日文写那个利息雷公山小。对。对啊，就突然会念了。哦，对啊，不然好像很多歌词它都是全部写汉字的话，你就可能就真的不知道它台语到底怎么念，没有人告诉你。而且他们同一个字就是放在不同句，可能发音又不一样。尤其是很多比较早的歌词，有时候明明同一个字，然后还会写不同的汉字，就会蛮对，要猜，真的会猜不到。对，没错。什么斯洛姆现在穿泳衣吗？穿着泳衣在看台吗？真的假的？哇塞！好，我们算是完成了市场调查，对不对？就是对于那个什么很色标签，还有君比说私底下的一面也很色，比如说打哈欠很少见，所以色是这样子哦。还有那个绑带元素啊，不规则剪裁，裸露一些不常露出来的地方。我觉得像那个就是像火蛇现在就是有那个项圈嘛，然后依也是那个有项圈的，我就觉得那个项圈蛮赞的。然后有一些那种皮件这样。哦，你喜欢皮，而且感觉男 V 真的蛮多皮件的。你知道那个最近那个被说很香的，就是那个猎魔女团里面那个男团沙加 boys，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会穿吊带袜。哦，吊带袜也太色了吧！不会啊，你想一下，那个以前什么黑执事吗？我有点你说吊带袜还是吊带裤啊？吊带袜就是像那个黑执事的主角好像也是有吊带袜，因为他们有一种就是会把袜子夹住，为了让它不要往下滑，然后有的会在小腿，有的会在大腿，或者有的会夹在那个靠近衬衫的那一圈，就是要看你的袜子的长度，会有不一样的固定的方式嘛。我觉得这个就也很色。原来如此，果然是少见多色吧。少见多色，但如果换成是16世纪的法国，有可能不好说，没有，可能就觉得非常的普通。就那时期不是什么假发是男生穿的，丝袜也是男生穿的，高跟鞋是男生穿的，开高叉是男生穿的，的确，全部都是男生穿的，女生穿什么啊？对啊，不知道普通的裙子哦，那时候是穿裙子吗？
感觉可能是长裙吗？不晓得。就还是裙子啦，对啊，然后可能还有那个马甲这样啊，对啦，哇，我们学到一件事，就是色不色也是要看时空背景的。对，对，如果在那时候，你就会觉得很稀松平常，对吧？但如果现在看，你就觉得阿斯很色这样，男生穿这个阿斯很色，确实，还有什么平常戴眼镜的人脱眼镜的 moment？哦，好像有听过这个是不是也常在作品里面会出现？对啊，比如说那个嘛，杰哥，或者是平常都会戴银眼，然后有一天就是没有戴银眼，是戴眼镜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反差萌。对啊，的确，我觉得反差萌都是一个很强力的武器耶。但是那个萌点真的是很需要拿捏，就是有时候是会有到，有时候就会觉得还差一点这样，就是反差萌点的区段很精细这样。如果有一天我开台的时候头上突然没有角了，大家会不会疯狂的爱上我啊？制造反差萌这样吗？对，反差萌平常都有2根角，今天怎么突然没有了？拿掉了之后走反差萌，没有反差萌这样，头上的一件好赞哦！脚被拔掉，救命！哇，有初见呢！哇，是幸好初见爱来看设比，好耶！我胸前也算是有个 V 嘛，那个皮件，你是真的，你确实是。然后光是看那个有铆钉的那3个，我觉得刚刚好这样。哦，真的吗？铆钉也算一种？没有，就是你那3个铆钉这样子连线起来，刚好这一块是一个 V 这样。啊，真的耶！我算是一种反白的台湾黑熊。色尾，那叫什么？色尾吗？负片笑。对，负片台湾黑熊，救命！我们还是来转盘好了。好的，这应该可以讲吧？就是转盘里面蛮大一部分是你提供的。啊，对，因为我刚好最近有一个我们研究室刚好也在玩一些问题的企划啊。我们出差的时候很无聊，就会这样。所以基本上这个节目呢 ，idea 也是在直播的时候毛毛提供的，然后题目也是你提供的，来宾也是你提供的。对啊，没错。虽然说这个坑是我自己挖的啦，就是那天你在聊什么啊？我想一下，好像对啊，我那天在聊什么？我有点忘记你那天，反正你那天就也在深 V 话题转，然后你应该是快结束了啊。我自己在讲，对，我就说我觉得这很好玩，你有没有考虑找来宾一起来玩，这样更刺激？然后我就偷来了，那你就说好，那就你了。对，好开心哦！选我！然后那个时数都是我在收割，好赚。真的赚烂了。谢谢毛毛。第一题就要抽到我。有可能有一半以上都是你提供的。确实，但这个是它不在那个文件里面，它是在我们一开始讨论的时候的手打的问题。对，我那时候还没有直接打成一个文件夹的时候。这个题目叫做直播之后觉得自己改变最多的地方是什么？我要先打吗？我知道，你比我早开始直播，你先打。我先打。我觉得，因为像我刚过完2周年嘛，然后其实，在前半段我是蛮害怕社交的。你说的社交是？我是社恐猫，我其实很社恐，我以前很社恐，我是连看台都我就到处去晃，但我不会留言这样。哦。可能会到处去看台，但不会留言，然后可能也不太会，然后怎么说啊？不太会参加到联动吗？可能最多是会参加像 OVC 跟青歌踏月这种投稿活动，对，然后就比较不太敢直接跟人互动吧，跟就是 V 朋友们。好像是到过完1周年之后，觉得有拔掉某个
拘束器。拘束器吗？对，那真的是一种拔掉拘束器的感觉，然后有一天就觉得该跨出去了，这样。哦，对，然后从1周年之后，其实应该就有比较明显的感觉到，我有比较会去各个 V 鹏鹏的台留言啊，或者是打招呼啊，或者是被抓来联动。对对对对，参加一些别人邀请的联动，就真的有比较多一些。然后也开始会邀请其他人来做企划，或者是跟其他人提企划。就例如说，我觉得这内容觉得好像还蛮适合你的频道的风格，然后就会跟你讲这样。对对，前几天毛毛又有提供新企划给我。对，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们研究室充满了企划鬼才，然后我其实不是那个最会想奇怪企划的，我脑子动的没有他们快。哦，他们一个个都很可怕的，我已经是动的最慢那个。但是，因为我是那个有点像是他们跟 V 圈之间的窗口吧。哦，被所以就迫成为。对啊，也不算被迫啦，就是他们有时候因为是我关注什么样主播，他们就会刚才看一下这样。然后他们有时候看到觉得，这个人怎么没有考虑过做什么样的问题？我说好，我去帮你讲。然后我又蹭到了耶！对啊，对，大家可以期待。这种时尚奇怪的开关被打开，我觉得是。哦。讲到他说变得比较了解直播设备，我觉得直播设备可能在开台之前要先了解。有一个是最近被我们家爸爸讲，我才有比较有感觉，就是我一开始很文静，那很文静的状态是我的皮不太会动，可动性很低。就是我本身的肢体表情没那么多。然后一直到最近，就是我的爸爸才很感动的说，现在终于觉得我做这个模有被发挥到他该发挥的样子。我现在回去看我以前直播有这种感觉了，就以前比较面瘫，这应该改变最多，然后视觉化很明显的东西。我觉得我也有一点类似，也是有某个 moment 就是限制器被拔掉的感觉，但是我的应该比较不一样。我的是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啦。其实我本来是讲话很温文儒雅的人，就是蛮怕得罪人的，然后对大家讲话都蛮有礼貌的。但是我觉得你那个拘束器就是真的有感觉，感觉到有感觉，对。对啊，还蛮久以前我讲话都超有礼貌的，可是好像到某个 moment 我就发现，可能因为我看一些 YouTube 影片，就是有一些人他想要推一些议题的时候，或是他有什么特别想讲的话的时候，他的表现方式可能也会比较激烈一点，然后有时候那个语言可能比较有攻击性，或者比较冒犯一点，但我觉得那个效果是好的，所以我就有点向往，想说我好像也可以试着这么做，然后我就开始没礼貌了，对。但我发现大家蛮爱看的嘛，好像，但这可能某部分来说也比较 true 一点嘛，就是也是，你不用特别去包装一些你真的想说的东西，对，没错，然后这样反而其实观众是喜欢的，而且真的觉得某些现象很需要被拿出来批评一下的时候，我也是就拿出来讲一下。就拿出来演上这样。对，哪天黑红也可以。对，想看毛毛请去出配信好了，那个超文静。感觉还好，我没有出配信。我真的没有。意思是没有那个，因为大家都会有什么回顾出配黑历史的。对。我的只要没有就不用回顾了。没错，也没有一定要有出配信啊，又没有人规定。对啊，没错，大家可以学起来哦。这是非常好的方向，真的吗？非常值得学习。
对。你是真心这么认为哦？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啦，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你的频道本身它的识别度很高，然后你要做的东西你本来就想要慢慢的披露给大家的话，那其实初配性这个东西就不是一个需要存在的，这是看你对于你经营频道的路线规划，怎么去安排这样。所以初配性它是一种比较多人在使用的安排方法，但是它是一个必要的吗？就是你可以再去思考。有道理，有道理。对啊。好欸，我想一下我改变最多，我好像就这个吧，变得没礼貌了。对，不会啊，你从箱子变成人啊，确实欸，这也是一个视觉上最明显的部分嘛，对吧？为了骗大家来看我的台，学会长出手跟脚跟脚，对，没错。好欸，那我们可以来转下一个了。很棒。该不会我们其实转得完40个吧？这里面现在还有39个哦。好紧张哦。对啊。这我写的。哇，转盘真的很会做效果。对，才刚说现在用词很激烈，马上就来。你最痛恨的人类行为是什么？我先吗？对啊，我最痛恨，反正我们两个都不是人类，所以没差。真的可以得罪，可以得罪。可是观众好像都是人类，怎么办？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你各位人类听好了哈。对啊，人类们听好。那个我是真的蛮痛恨的。我最痛恨的人类行为是不听人讲话。对，就是至少我长辈应该是不会看我的台。反正我觉得我家长辈有一个行为让我非常没办法忍受，就是不听人讲话。他会假装问你的意见，比如说他有一些东西很强硬的想要塞给你吃的时候，但我可能不想吃。对，他就会说你要不要，比如说玉米好了，就是有玉米你要不要吃玉米，我就说不用，然后过了一阵子他还是会拿过来，我就想说那你问屁。我们家好像也有，我妈以前会问我说你晚餐想要吃饭还是吃面，然后我想说你怎么会问我这个，我不能吃面啊，我会过敏，然后她还是煮面。对，我觉得虚情假意的问，然后又不听，我就觉得你不如不要问了。对啊，这个是比较生活小事的啦。那如果有一些大事，我有时候就在想，这是一种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吗？你说假装问一下，就是我没有只做我自己的部分，我还是想要问你一下，让你觉得被关心到这样。对，实际上他是要处理他自己要吃的部分这样。可能我性格比较，就是会觉得说我们在同一个家里面，然后你要弄吃的，你也不问我一下，不一起帮忙弄，有的人会生气这个。有道理。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自己是会在意这个部分的人，他就会想要额外问一下。所以我理解对吗？就是他问你要吃什么，但是他实际上没有煮你能吃的，没有要参考你。对，没有要参考你。可能我性格比较恶劣吧，我觉得这种虚情假意的问只会让我更生气。那他没有要怎么说？那个虚情假意的部分是对你啊，但他对自己很真。好，他还愿意虚情假意一下，我应该感谢他。原来是我只想到我自己，有道理。不过有些大事也是蛮常有这种不听人说话的情况，我就会觉得蛮痛恨的。这很痛苦。对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不听的部分会影响到你，所以就会更痛苦。这个会很痛苦，一件没办法的事情。没错。那我最近跟我们研究室也刚好在讨论这个，就是不听人讲话的长辈或之类的这种部分，蛮酷的。你们有什么特别的结论吗？有什么特别结论吗？比如说怎么对付这些人？
我们曾经有看过一本书，有点忘记是哪一本书了，但总之我记得写那本书的人本身是一个跟一些企业管理有关的背景的人吧，印象中了。然后他其中有一个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个章节就是在讲说，如果你能对你的家人跟对外面一般人一样的话，那这会是一件好事，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件好事。哦，好，我试试看。就是某部分来说，是一种你就算跟家人是一个很亲近的关系，你还是要有一个界限，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你并不会就是对自己的家人特别的刻薄，但对外人很好。对，是两个不一样的面向，但同样你可以用这件事情去说这样。那如果说别人做什么事情，别人问你什么事情，但他不照做或者没有听进去，你会不会痛苦？通常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没错。如果跟你没关系的话，你就会觉得 I don't fucking care。对。觉得好，那你就去做吧，反正与我无关嘛，对吧？我确实目前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些长辈会问我一些他早就决定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反正你也决定好了，你就去吧。对，所以其实就反过来说，你的家人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只要用同样的心态去面对他们，那或者是至少你可以在事前就跟他们说好，觉得如果这件事情爆了的话，我不会帮你收烂摊子哦之类的，就是你已经把界限划清楚了，那你就不会那么痛苦。没错。对，这我觉得蛮实用的。这书里面的话，好，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忘记哪一本，试着做看。我觉得可能有点文化差异，虽然我其实也没有真的就是在欧美环境生长过，但是我感觉好像，至少我感觉到台湾人对自己的家人都还蛮包容的，有时候会包容到让自己痛苦的地步。对啊，很常见耶。有这种感觉。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多想一下。就可能在那种要怎么说，应该是一种华人文化里面有的根深蒂固的概念，是那种血浓于水，是吗？对啊，也不止台湾，只要有血缘，你就会好像跟这件事情有关。的确，他就会说你是这个家的人，这样。的确，像我从小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血缘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对，就是我好像从小我就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他是你亲生的，你就会觉得你要对他比较好，或是他就要对你比较好？我就从小就在想这个问题，真的蛮值得思考的问题。对啊，就是为什么会说什么突然发现你小孩不是亲生的，你就突然不爱他了？我觉得。我不知道啦，可能我没有遇过这个状况，我没办法理解。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跟我的答案有关好，我很好奇。我讨厌的人类行为是双标。就是他自己可以，但他觉得别人不行，或者是说，他对 A 是这样，但他对 B 不是这样。但其实 A 跟 B 可能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对啊。我还蛮双标的。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曾经有过一个那叫什么最近某个演上的那台湾知名脱口秀，好，大家知道哪个公司？对，然后他们曾经有一场演出叫做《三重标准》。好明确。对，比双标还要再更多，这样意思是你在某一些情况，就是你在有一些脉络的情况之下，你甚至不至于只有双标，你会有三标。有道理。对，但这前提是建立在因为你对于这些事情有一些前期的其他认知，这样。对啊。
我的双标，我觉得也要看是大事小事啦。我觉得小事双标那就算了，像我觉得我的还好，我的双标主要是在那个街访的时候，有一些人会迟到或是睡过头直接不见。如果是不认识的，我就会很生气；但如果是认识的，我就会哈哈真拿你没办法，下次再来。居然还有这种类型的，难道我要封锁他吗？这就是因为有前提造成的双标是吗？对啊，那个前提就是我知道我可以蹭到他，得到一些好处，我就愿意容忍他。但如果是不熟，然后我也就是我想这样讲是不太好，就是我本来没有合作基础的人，我也没有特别跟他有太多互动的人，我觉得那个容忍度会比较低一点。就是回过头来说，你刚刚提的那个，就是发现这小孩不是亲生的，然后就变得比较不好啊之类的这件事情。就因为我是外星来的嘛，所以我在我的家庭是寄养家庭这样子。哦，我跟我的兄弟姐妹不是真的有血缘关系。但我觉得就有一段时间。家里的人会觉得没有血缘关系啊，然后你就会很可怜啊，你在这边会不会被打压啊之类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这么担心，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没有，要说没有那么多吗？好像也不会，就是不会到完全没有，但我觉得没有到很严重。所以目前是已经克服这个，就是我现在没有跟我那个寄养家庭在一起，对但是我有持续的跟他们联络，我觉得毕竟是一个我来地球是长大的，花了蛮久的时间在这边做研究，有点像是进入人类的家庭，就了解一下人类一个家庭，一个小孩在里面长大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哦，原来如此。对，有点像这种感觉。然后觉得也蛮有趣的啊，觉得也是受他们很多照顾。人类习俗真的是蛮有趣的呢。对但我跟兄弟姐妹很好，只是长辈会双标这样。没办法，长辈会双标，但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小孩子能控制的，对所以我们就是小孩子之间反而不会那么在意这样，就是小孩子之间反而蛮能彼此体谅，就是我们也知道你不想要就会被这样对待。对啊，就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啦，我们要知道哪些自己可以控制。对，好，那我们再来，哇，我没有把它移除，好，算了。如果这么会，如果转盘真的会做效果，我们再说。转盘做效果的话，我们再把它移除就好。对，我们再把转盘都整个移，没有。哇！分享一件全力以赴达成的事情。全力以赴达成。我想想哦。我有一件就是我农了很久吗？应该要这样讲嘛。我花了很久的时间布局。这样子说好了，就是以人类的小孩子在台湾的念书历程来说，因为毕竟我有进去学校就是做研究嘛，一样体验一下人类小孩的那种就是成长过程啊。所以你在那个成长历程，通常你可能到国小、国中，你都还不会特别有想法说你未来要做什么。的确。但是你国中你就会开始要考试，然后考试你就要选科，就是选可能说你要读普通的高中，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去读一些职业类别这样。对，那有一些可能小孩就是他想要早点出去赚钱啊，或者是他本来就对某个类别的技术很有兴趣，他可能就会去读职业。就会去读职业学校嘛，专科学校之类的，然后可能之后也是读专科的学院啊，或者之类的。那读普通就是高中的，可能就会是要么他的想要念的接下来的方向是跟你要先读普通高中，然后再去考的地方有关。那要么就是你还没有想好你特别要做什么，那就先念书。对，应该蛮多是这样。对。
但我可能从就是人类刚进国小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大概知道说，哦，如果之后的话，我会想要做什么事情，就继续留在地球的话，我可能会想做什么事情。所以我可能从那时候我就想说，哦，好，那我就继续走这条路这样。对。但中间有一些那发夹弯鬼转的地方，是因为那毛妈毛妈的时候跟我说，哦，这如果你要在人类世界做这个东西的话，你可能要就是怎样怎样哦。然后那件事情我没有很想做。你是说要怎样怎样的那件事？这样说好了，我原本想说我想要做法医，因为不用跟太多人类相处。然后他就说啊，你要念医科，那你要就是数学要好一点，不然你是没办法念。然后我真的很讨厌数学，虽然我其他科都还不错，但我就是不太喜欢数学，纯数学有点无聊。但我真的就是物理化学我都是好的，我只有数学很烂，我真的很奇怪。然后俗话说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对，我是标准数学不会就不会，因为同样的算式放到物理我是会算的，但是放到数学我算不出来。对，你列好式子我反而算不出来。你跟我说你一颗球从多高的速度就是丢下去，然后怎样怎样，它反弹之后多少，就是有多少中间做了多少光，巴拉巴拉之类的东西，这我算得出来，我可以自己列式子，然后算得出来，但数学不行。哇，好酷哦，好酷哦！超奇怪，我真的是我被我的老师就是检验过，然后反正就这不一样的东西嘛，超好笑。对，反正那时候我就是数学不好，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如果我要数学好，你去念医科才不会害死人的话，那就你还要去实习啊什么，就是你一定得先去现场嘛，不可能一下就跳到法医啊，你觉得还是得先去现场，先去接触其他人类，然后你还要就是帮他们算计量，要用数学，然后就想一想觉得很麻烦，所以我后来就归转了。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他是真的有认真听你想要什么，然后他还帮你依照他的知识分析过，感觉是蛮好的。但他的知识不准确啊，因为后来我所有念医科的朋友都跟我说，没有啊，我们里面一堆数学烂的。完了，现在谁念医科还用数学自己算嘛？超好笑！天啊！但确实，我那时候老师也觉得我们要去念医科奇怪。成绩太好了吗？不方便承认。我不知道那叫做成绩太好嘛，因为你知道以一个外星人来地球念书这件事情来说，有一点点降维打击。好，抱歉。我不是真的跟所有的就是地球小朋友一样从零开始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没办法那么准确的讲，就是不能说我成绩好，我只是有优势，有先修，然后本来就有知道一些事情，所以我不是从零这样子。那可能是地球的数学不适合你啦。地球的数学跟地球的交通都很智障，我很抱歉。我很抱歉，可是对啊，然后谢谢你喜欢地球。我是喜欢地球的，但以我们就是外星的本部的其他研究员的说法，就是就是打个比方，有点像把你丢进亚马逊原始丛林的感觉，他们的评价啦。但我很喜欢我的，就我来地球第一个偶像是珍古德。珍古德是一个就真的跑去原始丛林里面做研究的一个女科学家，她是生物学家啦，必须得这样讲。所以我真的觉得，可能就因为跟我很像，所以我才觉得我们是猩猩没有我不是人类，你们是猩猩，不是我说的。对，但就是蛮有趣的啦。我自己觉得，我全力以赴达成的事情是我后来因为反正我要鬼转嘛，我就没有要念医科。
我就开始安排说好，如果我要去念我想念的东西的话，那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这样。然后我就开始调配我的成绩。哇，我不想去念就是太有压力感的地方，这样。哦，虽然这样很过分，但对。你想要去不用全力以赴我全力以赴的，就是安排了可能从就是国中考高中啊，然后高中考大学啊，然后大学在之后再继续做研究的所有要考试或要干嘛的路程。我很强这很早就规划对啊，也是啊，毕竟是外星人。这应该是我最全力以赴达成的事情吧，就是我很全力以赴的把自己留在地球上。所以驱动你去努力，是因为你喜欢他们这些星星吗？好过分啊！你好过分，你又很可爱啊！好对啊。但是什么东西驱动我去努力？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应该是好奇心。哦，的确，你有好奇心，你才会想要继续把自己留在这里做研究。哇，那我想一下，我要讲大的还是小的？你想要听格局大的还是格局小的？哦，原来这还有差异。对，还可以让你选。不如让观众选。好啊，那我还蛮常想到，你们想要大的火蛇还是小的火蛇？哦，是这样子吗？听起来很奇怪他们在那边星星一起强大啦，好好笑，很配合。观众有时候也蛮会接球的，超好笑，对，真的真的。我们看谢谢不以统治地球为主要任务，再怎么说也不是我统治，再怎么说的是人类在统治地球啊。哦，你们不能夺权吗？没有想哦，这是破坏生态，就有点像是有一只老鼠，它称霸了它的老鼠笼，你会想要去跟它抢那个老鼠？你们现在不是猩猩了，你们是老鼠。没办法，我们研究室什么不多，研究鼠最多。我打个比方，大概有点像这种感觉吧。你会观察这个笼子里面老鼠的生态，但不会想要去跟它抢笼子啊，对吧？可是我会跟我家的猫竞争，谁才是这个家的老大？就我还没赢。天哪！那没办法，猫是另一种生物了。对耶，问你有什么用？你算猫吧，虽然是外星猫。对啊，可是我跟地球猫不一样，就是我没有那个他们侦测的那个胡须。哦。对，他们有胡须可以就是侦测环境啊，跟就是宽度什么的，但我有头圈这样。所以你那个头圈也可以，你知道猫就是地球猫，它是那个胡须可以量，它如果胡须能过，它就能过。所以你头圈能过，你是不是人就能过？对啊，我头圈我头圈大概就是它有最大的范围大概是这样。基本上它能过，我就会能过，有没有？看得出来。对。哇，好方便哦。对，没错，就是这样。我发现他们大的小的都要我又不用额外弄胡须这样。哦，那看来地球猫的胡须也没什么了不起。谁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吧？好吧，我先讲小的，就是我最近还蛮全力以赴达成的，就是我参加了程序员的 Game Jam 那个创作果酱。真的耶。很努力耶，你们好累哦。对，我们没错，我们过几天有后日谈，不知道精疲力尽。我真的精疲力尽耶，因为我就是比较晚才动工，所以我把自己累死。对，原来是这样，没错。然后就是什么东西驱动你去做这件事情？问得好，什么驱动我做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组队参加，然后我请那个老刷跟伊利画了就是非常美丽的美术图，我就会觉得我没有把游戏做完的话，我就是会非常对不起他们。哦，原来是先帮自己压一个底，这样你就会督促自己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对啊，如果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参加的话，我说不定就是做一做会觉得我做不完，算了，我先去剪别的片。对，然后就弃坑。会，有可能。对，我那时候就真的是意识到，就是因为有他们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才会把它做完。
那也不错有伙伴是一种前进的动力。真的，对。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原来我也是蛮强的。番茄酱工作法成功了，成功了！毛毛知道番茄酱工作法，就是最后再挤出来啊，死线前。身为一个死线超猫，我最熟这种的。没错，时间到了就会变出来了。我绝对不会说我以前真的是吸了 OVC 有没借而牙洗，那是一定要的吧？我都要最后一天才开始弄。这种那很拼就我之所以会想要到最后一天才弄，是因为我都会想要先看大家都写了什么。反而如果我参加 OVC 的话，我都或是类似的其他的，我都不太敢先看别人做什么，我怕我会被影响。就是被影响吗？对，如果我想出来的东西刚好跟他很像的话，我可能就会想要避开，或是我的想法会被影响到，所以我都尽量先不看。我会去看的原因是，其实希尔那时候出的题目，我觉得蛮多都很多人会拿这个题目去挖掘一些自己内心的故事啊，所以我就会去看，大家都写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你都怎么去挖掘这些东西？比如说第2届的食物宗教战吗？对啊，真的假的？我觉得是因为我那时候才很意识到，我来地球之后，其实有些食物我是超级不能接受。但在那之前我是没有特别想过这件事情的，就我没有很认真去思考过。就会觉得我自己会避开，或者是就它就食物嘛，对啊。然后你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可以拿来吵架的，没有，就是发现这是一个可以拿来光明正大挑食的点。有道理耶。对啊。那请问你喝豆浆都喝有糖还是无糖呢？无糖无糖啊？对啊。那因为我们就是我说我来地球之后住在寄养家庭嘛，然后我们寄养家庭的长辈是非常传统，他们是会自己熬豆浆那种。好酷哦。对，所以糖会额外炒，就是要炒香再去加，所以就变成说我在外面喝不到那种有炒糖香的豆浆，我会很痛苦，那我还宁可喝无糖的。对，这是我的就是来地球之后的食物记忆的问题，所以这不能怪豆浆。那你有喝过咸豆浆吗？有，而且就必须得说，有一些口味的咸豆浆我是喜欢的，但没有全。好，我只喝过一次。我觉得咸豆浆真的很吃你第一碗喝到的是好喝还是不好，就是合你胃口还不合你胃口。因为如果你第一个喝的就是超级不合你胃口，你大概再也不会想要去喝这个东西。这我对。但我可能很幸运，就是我第一次喝到咸豆浆是一个原来豆浆喝咸的会是这种感觉啊，然后我觉得是有中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会到处去找好喝的咸豆浆，但就是常会喝到不好喝。好有趣哦！现在咸豆浆猎人，至少会愿意给他一个机会，因为你喝过好喝的，就会知道这个食物不是本来就这样。好，懂了。对，好，对啊。那你比较大的部分呢？比较大的就是我还蛮努力在经营我的频道。对，真的感受得出来，你很压榨自己。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我原本是有在咖啡厅打工，然后我后来这也是有点小故事啊，我这个可能没讲过，就是原本我有一个案主会给我影片，然后原本就是想说可以慢慢过渡过来，因为那个案主给我的影片一开始还算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像可以不做咖啡店，然后直接就剪他的片，好像还够吃。结果那个我辞了咖啡店的工作之后，他就开始忙实体活动了，他就停更了。哇，那好辛苦哦。所以然后我那时候就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想说，那我是要再回去打工，还是来试着把频道用力做做看，看能做到什么地步好了。然后还在想的时候，我就先认真经营了一下，发现感觉还不错，所以目前就变成这样了。所以你就还没有回去当那个咖啡打工仔这样。对。我们上一次联动的时候，就是
吐槽哇，对对对，吐槽那个奇怪的客人要求什么的，对，没超好错笑。所以但确实，如果我哪天开台时间变少了，就是可能我回去打工了吧。所以你目前有给这件事情一个死线之类的吗？其实有但我从来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哦，我想说，看1年内能不能从平台上赚到还可以 cover 的钱，不是够出 cover， 是够 cover 自己的生活费。生活费的。对对对，出 cover 是一定不够的，不用想。所以你现在还是有在接那个吗？哎，有，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稳定你说没有那么稳定，是产出时间之类的吗？还是啊，没有，是案源不稳定。哦，原来只是案源不稳定啊，那好说。没错，就是大家有需要可以丢给我。了解了解没。错啊，如果想要我多开台的话，可以丢等值的钱给我，但是不要丢片给我钱。好恶劣哦，也没有恶劣啦，就是就这样。这也很合理啊。你知道，就是观众就是他们也没有开台，没有片需要剪，大家他们想看台，那可以砸钱嘛，对吧？大家也可以是，大家也可以那个啊，那叫什么包养啊？没有、不是大家可以募资，这样就是啊一群人一起抖一个金额，这样就等同于一支片，没有？真的就是有时候会听到那个有些观众就是说，主播没钱怎么不去找工作？我就想说啊，不是找工作就没时间开台了。对啊，对呀、没错，很难的确，在开台跟生活之间做平衡这件事情，对，没错。就是全职 V 也不好当我们还是来那这也是蛮多 VTuber 聊过的话题。对呀、我们可以留给他们聊。抖内菜单好，谢谢，我需要那个酷酷的菜单。哦，这也不错哦，这算是提升生活品质是吗？他很会煮菜，所以他有很多食谱还是厨师。哦，然后我是一个，就是我是一个吃很固定的人，但是我们研究室有时候就会抗议我煮的很固定，然后他们都会说你吃不无聊，我们看的都无聊了，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菜单需要有点变化，所以我只好就是跟厨师求救，跟他说那个救我，我需要那个酷酷的食谱。我们的观众也是有蛮会做料理的，但是我都蛮懒得煮饭的，所以我也不会跟他们要食谱。我看那个照片就看得很开心呢。有时候光是看他们每天吃什么的照片，就觉得哦，好棒哦，好像自己吃到了一样。对，我就看那个照片，然后配白饭就可以了，又省钱。太可怜了。说起来，刚刚那个最后的话题啊，就是什么驱使你做这件事情？哦，我还没回答到做这个频道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哦，其实原本就是想说，因为我还蛮在意台语的，就是有没有传承下去这件事情，所以我原本就是想说，好像都没有看到有人做全台语的 VTuber 的，就是反正我看到的，我想要怎么说？我知道有人曾经做过，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是想说，我已经没有看到有活动中然后做全台语的 VTuber 了，所以我就想说我想出来做做看，对，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全台语，但是初衷还是一样的，就是我希望可以，因为台语如果只拿来做那个一些老掉牙的事的话，也蛮没有未来性的，所以我就想说，好像应该用台语做一些新时代的东西吧，然后做一些有的没有的怪怪的企划，秉持着没错，所以我觉得最近有很感受到大家在努力的把台语就是推向一些新的方向。有，还蛮开心的，开心的事情，对，真的会蛮开心的。虽然身为一只就是并不是会讲台语，没有在那种环境底下的猫，但是我觉得，毕竟它曾经是一个差点要就是被趴没了的文化，然后对大家来说，它是一个跟这个土地的一种连结，所以
它能尽可能被保留下来，其实对于这个地方生活的人都是好事。没错，它是很棒的文化资产。对啊，对啊，像我其实不会，我完全不会原住民语，但是我看到原住民语被拿来做很酷的东西的时候，也会蛮开心的。然后最近有看到有 VTuber 的朋友在学他的族语，我觉得超酷，真的，真的真的。最近感觉就有蛮多东西都开始被推向往新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呀，希望可以多来一点，希望我的观众们也可以出道，他们很多台语都蛮厉害的。但我觉得虽然说你现在没有全台语，但以那个比例上来说，你的台语的内容是蛮够的。对，就是我也有权衡一下，就是不想要，就是还是想要让很多人可以看得懂我的频道在干嘛，所以我华语比例真的是有放比较多，但又不能多到没有台语。对，虽然我觉得现在已经平衡还不错啊，可我觉得现在台语已经比我一开始预想到的少很多了，但还行啦，我觉得还行。可能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听到你在图代吗？是吗？哦，那时候好像蛮多台语。然后对啊，然后我就想说，哇塞，每个图代的观众都讲一口好台语，他们都很厉害，他们都很厉害。对啊，每个都好会聊，然后就对，好厉害，我没办法，真的，虽然我超开心的。可能大概还听得懂在聊什么，但讲我真的没办法，好多学到新的词这样。所以叫你今麦讲台语是无法度的。嘿，我不晓讲台语，真的不晓。一句语言首先要学什么？要先学我不会讲这个语言。没错，我也是，我的客语程度完全就是俺不会讲客话，好，我不会别句。好。所以，我好像我有回答到问题吗？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有啊，有啦，想要拿台语做酷东西。对啊，这个也有一句俗谚可以分享，叫做"家己栽一张，唔免看下别人"。你不要在那边等别人种树啦，自己去种比较快。那种不用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因为自己种一棵自己凉。对，自己种一棵自己凉，然后围起来。你要乘凉是不是？收租金。就地成那个就是房租太啊，这是资本主义的胜利耶！好哦，你还得先有地可以种树。对啊，我已经失败在起跑点了。这个起跑点好高，太难了，好好笑。对啊，好难哦。哎，我也想要一块地呀。对，好想要哦。或是多来几块也不错。多来几块？好怪的问题，因为是我放的。请问毛毛，你觉得早餐店的饮料封膜除了放笑话之外，可以放什么更有意义的东西吗？我的推荐是那个，你可以放一些小零食在上面，一边喝一边吃。有道理。你知道那种就是国外在看球赛的时候，他们不会有一种就是上面是一个放食物的盆子，然后底下是一个杯子，然后你可以握那个杯子，然后中间会有一根超长吸管这样穿出来，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喝饮料一边吃东西。对，我觉得早餐店饮料封膜就有这种功能。好像有看过，它就是反正就是有个可以放零食食物的平台这样子。对，它会有一个小盘子还是小碗这样，对。放一包纸屑，我觉得观众好过分，这蛮好笑的。毒鸡汤我觉得很棒，我觉得毒鸡汤可以开启你美好的早晨。我曾经有转过一个很好笑的扭蛋，因为我不是一个常常转扭蛋的人，但是我有一次真的忍不住要去转一个扭蛋，然后那个扭蛋是一个那个幸运铅笔。然后就是你们一定会看过，在电影里面会出现那种那个叫什么 fortune cookie，fortune cookie 就是它会有一个
薄饼，有点像小林煎饼那种的煎饼，然后还是有点脆脆的饼壳。你把它捏开之后，里面会有个小纸条，然后可能就会写一些你最近会有什么样幸运的事情发生啊，或者你可以多注意什么样的事情。但我扭的那个呢，它的饼饼本身是黑色的，然后呢里面叫什么厌世铅笔，然后它就会有什么你现在躺平的话就不用再站起来咯之类的。好赞哦！我真的是看到忍不住要去转2颗，超好笑。哇，我觉得真的耶，现在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蛮喜欢这种类型的文字的。对啊，它连饼都是黑色的耶，看起来就是超厌世。是烤焦的黑色吗？不是，是它那个面糊本身应该就是用黑色下去做，应该是加那个什么煮碳粉这样，所以它就很黑。所以它是可以吃的哦。对啊，它能吃啊。哇，好赞哦！那就很酷，非常厌世，超级厌世。那你呢？如果是你的话，饮料封膜会放什么？好想偷观众的，我觉得观众说很需要在上面写什么缴税，还蛮有道理的。哦，就是生活中有蛮多事情。还是要跟你说，在喝这杯之前，先注意一下你有没有三高。哇，这个你已经点完了才拿到，也来不及了吧？你要不要再想想？不过我之前有看过有那个饮料封膜，它上面就是教你讲台语耶。但是它的那个它是用注音符号去拼，所以可能有一些拼的不是很准确，但它就是有它的意图，就是想要教会你讲台语。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图片，就是一个老鹰啊，然后旁边就有那个，反正就是拼出拉 here 这样子，他就是想要告诉你这个老鹰叫做拉 here。拉 here， 对，拉 here， 我也是因为这样才知道老鹰是什么的。吗？它是一种，好像我记得它的汉字好像是枭，是吗？我有点忘记了。对啊，好好奇哦，因为像是客家语里面叫老鹰，好像会叫优婆，它叫摇婆，好酷哦！就是在客家语里面有一些动物是会被赋予性别，应该这样讲。对，好像有什么马什么，对啊，像是虾子好像就会叫虾，那个他们叫什么？就是反正它会是公。蛇也是公的，蛇是傻狗，蛇哥。然后但是那个老鹰是摇婆，就是它是母。很酷。我把它打在聊天室了。如果你用中文念，可能是吃枭嘛？吃枭，对，大家念拉 here。把 here 也有结果吃枭他们是在讲老鹰是吗？哇，我看字典。有老鹰也有猫头鹰，枭，对，它是写枭，但我想应该就是猫头鹰的意思吧。因为比较以生物学上来说，枭就是比较偏向猫头鹰那种类别。因为我听人家台语讲猫头鹰都讲暗公叫，所以对啊，可能那个有变化吧，就意思有时候会跑掉。也不知道是谁跑掉了，但就是会不太一样。对啊，但好酷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各种语言去比较的时候，你才会有感觉的东西。哇，蝙蝠叫 Bibber 或是牙伯也是类似，好像有一些加上性别的那个。我第一次知道蝙蝠的。对啊，很酷吧？我觉得那个饮料封膜放这个其实也可以。对啊，很可爱如果它对啊，就是算是，不然可以放一些那种跟就是在地的什么生态啊，或者是一些特有的东西有关，也不错。也不错对啊，我看笑话大家也看腻了，我们还是来一点知识好了。对，知识型。没错，我们其实是知识型频道。我今天难得就是觉得就是有奇怪的知识，用奇怪的知识进入你的脑袋了吗？对啊，我第一次知道蝙蝠跟老鹰的台语。太好了，毛毛发现火蛇其实是知识型 VTuber 了。你是啊？你怎么现在才讲这个？你觉得我是哦？真的假的？我觉得是。
请问是知识还是姿势呢？在我们台的说法就是我们会把奇怪的知识用奇怪的姿势放进你的脑子里面。姿势哇，好难哦，好困难的一句话。没错，突然觉得我中文不太好。没关系，台语好就好了。台语好就好了。哇，好，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更有意义的题目。我相信它肯定比早餐店饮料有意义。也应该吧，很难再更。这个好有意义哦，有点太有意义。觉得过去的经历中有哪些事情已经改变你而不可逆？出道。真的。我觉得这件事情超级烦的，对。但是我这件事情，可能我自己的观众常听我说的是，我不是自己安排要出道，我是计划型生育的。计划型，所以我可以这样问吗？你那个出道时间跟毕业时间都已经规划好了吗？没有，毕业时间没有规划，但我出道时间当初是有被规划的。然后之所以会说是计划型生育，是我还不知道我会变小孩的时候，我爸妈已经说要生小孩了。这个还蛮被迫的耶。我的摩斯爸爸跟我的惠斯妈妈他们约好要生小孩，然后我就被生出来。人类不也是这样吗？也没有主动想要被出生，但是就来了。对，所以所以我出道的时候有一种就是所以我在哪里，我是谁，我要干嘛？没有啦，我只知道我从地球，就是我从外星一来地球，然后就旅程就突然开始了。突然归转，对啊，应该说我那时候换到现在这个身体之后，然后就怎么突然就被说你要出道当 V 人，然后就想说那是什么？对，我在这之前我其实没有特别看 VTuber。我也是。父母恩爱你是意外，什么意思？我才没有，我是计划生育，他们是爱我的。感觉那个爱也在计划之内，怎么觉得越想越怪？不要想了，不要纠结那些。但至少是就是计划中啊，不是计划外的。对，不是意外，至少不是意外。对啊。所以你说的不可逆就是都已经被生出来了，我也没办法。大概就有一种被生出来之后才开始去思考说，所以我有什么能做的事情吗？大概是这样吧。这跟各位人类好像蛮像的。对啊，我就觉得我很羡慕那种很清楚自己一出道要做什么的 V 鹏鹏，或者是本来就很清楚的 V 鹏鹏。对，还有那种本来就觉得反正我做什么都是好玩的那种 V 鹏鹏。也是有那种个人魅力很强的。对。然后我从来没有就是帮我们频道什么打过广告或干嘛，就没有。然后我们出配前也就是倒数3天没了。我真的超级废，对不起。结果就变成现在这样了。对啊，这就是一个不可逆的出道。其实我出道也是就默默的就开始活动了，我也没有出配，我也没有特别宣传。对啊，但你有很多，我觉得你算是那种叫什么shorts那时候产的很。shorts 我真的是做的蛮认真的。对啊，不是什么一直到500千，每天发个小废片还是什么的。对，然后到了就不发了。我觉得光是可以日更这件事情就好有勇气哦，好厉害。就想说 push 自己一下。所以看起来那个日更的时间也是不可逆的。好像会耶。我觉得就是当我发现到我其实有办法把自己推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我就会闲不下来。对啊，就会习惯虐待自己。一旦你学会了，或一旦你知道原来我做得到这件事情，然后你就回不去。真的会。对，从此之后你就会有一个跟那个限制器拔掉一样。
对，你会知道你到底可以到什么。但其实根本不需要在乎这些东西，或者你不用那么担心这件事情，因为你其实做得到。有很多时候那个限制其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像是温文如对，是的，是的，就是会发现哦，其实突破它也不会怎样啦。大家没有那么在乎礼不礼貌这件事。对啊，有人就爱看没礼貌，因为其实我也蛮爱看的。有人问说，人生历程有什么是可逆的？我觉得其实蛮多的耶。另一半啊，如果你对你的另一半不满，你可以把它丢掉，不是那种丢掉，我是说好好的分开，不是叫你把它拿去山里丢掉。对，就可能当然会对双方造成一些影响，但是如果你真的，我先说我没有这个困扰，我是说如果你在你人生的某个阶段有一个困扰，是你觉得你跟你现在的另一半不合适的话，你要知道你有个选项，就是不要跟他继续下去。对，那也不一定要另一半啦。有时候如果有时候如果是血缘上的家人一直让你很困扰的话，其实也是可以跟他拉开距离的。你其实是有选择的。有一些你以为不可逆的事情，其实是可逆的。好的，我去跟火嫂说，等一下，你们冷静。我就说我没有这个困扰，不要乱讲。冷静。他们好危险哦！对啊，完了，我觉得这段被剪下来很危险。粉随推啦，我就是平常讲话都太乱来了，吸引到的都是跟我一起乱讲话，这真是我的荣幸。我觉得就是粉随推这件事情，也是有一种你观察你的粉丝长什么样子，你就可以看得到自己的某一面，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但这是真的吧？物以类聚吧，就是会聚在一起，就是有共同的那个。斯洛姆打出好老的表情符号。完了，各位板手开始打出了。好危险的板手。我开始思考这些板手是不是想了想自己家的观众，然后再想了想自己，发现了什么？哦，完了。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这几个板手都相对正常，不是什么很怪的人，应该还好吧？好的，相对正常。这个爹是你自找的。确实，这是我自找的，我还蛮满意的啊。这个爹都会乱送礼物，好爽，很棒啊！对，希望说到这件事情，说到爹这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说我爹对于我现在可动性比较高，感到非常的感动流涕这件事情，就是他唯一有一件事情到目前还有点放不下，就是我不够色。他对你有这个期望。他跟我妈咪都有这个期望，他们两个就是计划生育，就是希望能有一个色色的小孩。结果这个小孩就是要说太知性还是太知识还是太奇怪了嘛，我不知道，但总之就可是哦，我努力啦，我努力。爸妈不要丢掉我。大部分的爸妈不是都喜欢小孩包紧紧吗？你觉得他们有喜欢我包紧紧？欧拉夫就叫我包紧紧。你是说用皮带绑起来的那个部分？不是啦，就是叫我不要乱脱衣服。原来包紧紧是穿紧身衣，或是用紧身皮件勒起来哦。还是用绳子绑紧，它会有那个咬肉感啊！我们今天一开台的时候讲的嘛，色元素的部分。原来是这样，原来包紧紧，对啊，完成一个回圈了，是怎样？超好笑。我们还是前往下一个话题好了。没错，也肯定优质的，我们父母非常优质。包好比较好，垃圾车来了拿去丢掉。完了，你说要丢掉另一半，他来丢掉你。完了，我爸爸要把我丢掉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台湾给活。太过分了吧！
然后那个在下一场直播就是去垃圾桶捡火蛇回来，好精彩！好想看哦，好想看主播被丢掉然后被捡回来。说不定就会有一个那个在垃圾山的地底迷宫，然后里面有一个宝箱怪这样。哇，我要成为都市传说了，好棒！好好笑，天哪！今天是什么气化产生器吗？这根本不是转盘吗？对，我又可以偷，我先写下来好了，怕忘记。去垃圾山捡火蛇。对，去垃圾山捡火蛇，好赞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捡到自己的火蛇。哇，那之后如果要卖连下一台的计划都做好，我们应该不止下一台，我们可能有下2、3、4台。我们联动一次，我可以吃1年。对，真的。哇，好棒哦！之后的周边我就要把它藏在全台各地的垃圾场，叫你们去捡。他说：“请问宝箱算是可回收还不可回收？”我不知道，但它可燃了。有没有可能是不可丢掉？啊，算了，至少是可燃的，好吗，各位？可怜，可怜，可怜。现在就藏，太强了！真的要藏在垃圾堆啊！搞得好像我就是普通的垃圾一样。我们去印各种宝箱怪的贴纸，就印它那个眼睛跟舌头，这样有没有？然后把它贴在垃圾车上，这样你就会觉得这个垃圾车是一个火蛇哦。然后你就可以到处去找有被贴这个脸的垃圾车打卡。好像蛮可爱的，但是感觉会被清洁人员撕掉，说卖我被打。天哪！看起来就是时间限定啦。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限定20分钟。看那个清洁队什么时候会发现被乱贴。没错。好诶，超好笑。请问毛毛，你觉得自己最棒的关系特质是什么呢？最棒的关系特质，可能我觉得我蛮对于很多事情蛮开放的吧。有什么例子吗？有什么例子吗？我想一下，像是我觉得，像我们就有讨论过开放关系之类的，就因为有一阵子社群上蛮多这种讨论，然后就会去思考说，如果是你想象中的开放关系是什么样子呢？那我想象中的开放关系是什么样子呢？然后这个开放关系对我们来说，就是它对你的人生来说有什么益处吗？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然后可能就是那种练习离婚这件事，大家就是会去思考说，如果我们哪一天就是伴侣之间哪一天其中一个人先离开了，可能也不见得是伴侣，有时候也会跟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哪一天有谁先离开的话，然后我们会怎么去纪念这个人，或者是我们怎么去帮他安排他后面的事情，就是怎么处理他的东西这样。对，请他本人分享一下他希望他的东西怎么被处理怎么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我跟我的蛮多朋友之间也是还蛮直接会聊一些事情，就是例如可能我们有一次一起做一个，因为也不算企划，就是刚好一起做一个工作，执行一个工作的内容，然后可能其中有一个部分的决策，我觉得在不赶快敲定案的话，那他后续会有一些麻烦。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大概跟他们提到这件事情之后，就自己捏了一个方向，就把它当做定案，先去做这样子。然后后来其中就是有一个会跟我说，我觉得这样你有点武断，然后我觉得会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还是要大家一起聚在一起把它决策起来，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这样子。对对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很感谢你愿意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人过了一段年纪之后，你做错事情很少会有人直接跟你讲，对，真的，然后你就会没有机会改进，对，然后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对，所以我很感谢我所有就是会特别来私讯我说我可能在哪个部分做的不好，或者是哪部分可以怎么做他比较舒服的朋友这样。真的，我也蛮希望大家如果有发现我哪里做不好，可以跟我说。对，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前提在于他们知道这样子跟你讲不会冒犯到你，或者是对，这个也很重要，你不会有什么很严重的反应的意思是，他们对于你这个的人的认知是你本来就很开放，所以你对于东西，你对于各种事物的态度是开放的时候，你会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哇，好有道理啊。但我还是会偶尔有很固执的地方。可能人多少都有一点啦。对啊，总是会有，还是会有自己的小坚持吧。对，我想想啊，我觉得我自己最棒的关系特质，可能是我觉得我蛮喜欢去适应不一样的角色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好像蛮常有一些事情都需要跟其他人一起完成。对，那比如说，如果我跟因为我家的人都没有那么常玩游戏，所以我应该算是游戏能力最高的。对，但是当他们要玩游戏的时候，就是我会让他们先选他们比较想要担任的角色，然后而且其实每个人玩游戏的心态跟想要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如果大家有玩桌游的话，可能有时候可以体验到，就是有些玩家他是很计较那个输赢的，可是有些人就是你很明确知道他想要玩的就是那个跟朋友互动的感觉，所以你不应该跟他计较输赢。那我觉得我还蛮习惯，就是在不同的人面前用不同的方式出现的。对，我觉得这算是不错，就是我可以为你量身打造成为你需要的活蛇，有点像这样。我可能扯的比较广。那你有就是撞车过吗？撞车吗？你说撞，不是撞号。就假如说你那个你跟 A 朋友相处的时候你是这个形状，然后你跟 B 朋友相处的时候是那个形状，然后有一天你跟 A 一起的时候，然后在路上遇到 B， 然后 B 就会说：“怎么跟我平常认识你不太一样？”这样，我觉得马上习惯了，包含火嫂也习惯了。就是我跟 B 讲话的时候，我就用平常跟 B 讲话的方式，然后回头跟 A 又切回去。然后我意思是说，你有被你的朋友这样子讲过吗？我想一下哦，好像有啦，就是会说你刚刚很熟嘛，然后我就说我本来就会这样讲话，你现在知道了，然后他们就会被迫接受。像我跟火嫂讲话，其实比较不会那么唐突，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下播之后也变不回原本的自己了，所以他也习惯了。对，什么？这个工作对我造成了不可逆的改变。完了，我现在连跟火嫂聊天都会丢梗。会有一个那个会有一个雷达，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分辨得出来，但有时候我下播，然后我可能回研究室处理一些事情，他们就会说：“你刚刚直播你是不是没有把营业模式收起来？”好强哦！他们用听声音的可以听得出来，好扯，酷哦！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平常讲话跟我直播上没有差很多。但我也觉得我觉得我讲话方式真的有差。对，他们说只有我自己觉得我没有差。好吧，这时候会有一个节奏感是不一样的。就不是声音的问题，而是节奏感的问题。好细微哦，好好笑，这是职灾，这绝对是职灾，这是职灾，这是职灾，这是请大家负起责任。鲑鱼说你会问火嫂怪问题吗？他会时不时蹦出一个奇怪的梗吧？以前不会，现在会了。完了，真的会，真的会。就是因为那个我有跟他说，如果他有滑到我的 shorts 的话，可以帮我看一下，演算法就会觉得我的影片被喜欢，现在都会看。好好笑哦，真的耶。然后滑手机的时候，就是有时候声音会放出来，我就会听到。
所以如果他刚看完那个豆浆那一集，我就会在他滑掉的时候说：“那你都喝有糖还是无糖啊？”好好笑哦。对啊，他被迫习惯了。被迫，他们一直在好多各位主播辛苦了，真的。算吧，算职灾，算职灾。对，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你去上班领的不是薪水，领的是一种精神抚慰费。没错没错。对，我们收抖内可能某部分是一种就是职灾的那个补偿，讲的好像大家都在虐待你。职灾赔偿金。天哪！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上班赚到的钱不算赚到的啦，那个是你应得的。如果你今天什么都没做才拿到薪水，那个才叫赚到的。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被说服。那不算赚到，那是应得而已。没错，没错。好。我觉得这题有声的，有声。有啦，我们还是有料的题目还是蛮多的。比较有声的，好像是你提供的。哦，原来是这样。我们来看看，毕竟有那个问问题专家嘛。对，我都放比较奇怪的。有没有你设定是出道之前有想但没有用过？好像还好我想一下，几乎都用上。因为我也没有特别想很多设定，所以没有用不到的问题。哦，对。这种出道再来补设定的概念，就是对啊，先出道再说。一开始没有跟大家讲太多细节，所以我现在可以随便讲。对，就前面不要准备那么多的话，后面可以随便讲。前面不要写太多无谓的细节，你后面比较好圆，就不会有吃书的问题咯。大家学会了吗？我好像。我有写一个蛮详细的设定，但我觉得蛮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当初写的东西是爸爸妈妈有拿去参考这样子，然后就我之所以我最近我的观众才发现这件事情是关于我的眼睛是蓝紫色的原因是它是色的厌色反应，然后我的那个。就是我的编号，我的研究员编号是55号，因为色的原子序是55。哦，但我账号就是像我的 email 什么都会写我是 sescat55这样子。哦，我的 DC 也是这样，对，55是有意思的，它是我的幸运号嘛。哦，原来如此。对啊，然后就我的色号也是跟55有关，因为它是55CCDD。哇，就我的专属色号，这个很细耶。对，但就是不知道的人不会知道，然后没有特别讲，只是刚刚好我都有让它是一整个系列的。这是那个可以考验是不是真粉？应该没有吧？他们也没听过啊，他们没听过啊。不是啊，他们是真粉就要自己想办法发现呢。但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是那个关于有一次忘记去上什么节目，然后他说问女孩子体重好像不太礼貌，然后我就说不会啊，我就100多公斤啊。那个是为什么？因为色的那个比重就比较重，能怎么样？原来如此，外星人没有在回避这个的。没错。不是啊，我就是一块液态金属嘛，金属比那个人类长那个肉还要扎实，这不是正常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要过那个机场的安检门，它会哔哔叫。我们可能要走特别门啦。对，还是你用 EMP？ 反正我每次走都逼啊，我有什么办法？我有时候连去图书馆或者去书局，然后那个感应门都会叫，我也没办法。好吧，那也没办法。我都不知道到底真的是 EMP 还是怎样，但对我常常我真的很不喜欢防盗门那个检查门。但 EMP 这个设定是我出道前没想过，然后后来一直被讲，然后就变这样。你也不是自愿的。有一些设定就是对，
但我确实有，就是我确实有别的主播朋友有说，他一开始以为 EMP 是一个设定，直到就是他后来发现那个他有我真实，就是我们研究室其他人的真实好友，就是他们好像以前是同学吧，还怎样。然后我们研究室的人就跟他说，没有，他日常就是这样。他还发现哦，原来这是本色演出啊！哇，本色演出吗？我没有演出，我没有想到他出现。可以的话也很想关掉。对，对耶，今天都还没耶。很好，很好，我希望他继续保持。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对耶，并不是设定一好吗？不是设定，太过分了。对啊，我们来看看断过的骨头装钢钉没有？我没有断到能开刀。我的骨头通常都是裂开，然后医生没办法帮我开刀，他就跟我说，通常，所以是常常在。因为我之前是什么跌倒就会骨裂咳嗽骨裂，打喷嚏骨裂。我之前就是打喷嚏跟咳嗽到我的肺泡破掉，还有我的肋骨裂开，所以，但是因为那个地方不太，一方面是它没有整根断掉，所以没有到需要开刀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就是以我的状态开刀会比较麻烦，所以医生就会希望我静养，让他自己好，这样。好严重！什么跟急诊还有消防一样说就会发生，才没有。来不及了，已经说了。但我就脆猫，对脆猫这件事情也是出道之后，大家逐渐对我的理解。也不是愿意的。对啊，但就没办法，真的很脆。天哪！那如果现在有个传声筒，然后让你对一个人说感谢或道歉的话，没错，对一个人说感谢或道歉的话，但这个平常就会说啦，所以好像是很会沟通的毛猫，所以好像还好。那通常会感谢或会道歉，就是通常当下就会讲。我好像也是不该放这一题的。这题有点太难了，答不出来。可能有一些人是就是比较不会立刻讲的话，就好吧。但我们可能我要么立刻讲，我要么就是会忘记它，所以没有用。或者除非就是有那种你还来不及讲的啊，这种的可能有。对啊，我好像还好，但我想不出来。对，好，我们让观众带回去自己研究。好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想想这蛮值得思考，这也是一个蛮深度的题。对，只是可能我们刚好。对啊，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那种连要吵架都会直接讲，就没有，不是吵架，就觉得哪里不 OK 会直接讲。有没有哪个计划是偷来的？我现在这个就是是吗？这算吧，就是捡来的啦，就是毛毛就把 idea 丢在那，我就把它捡起来了。然后那个那5颗零是偷来的，我偷零炒了尬聊100分。对，我没有在怕的，我就是偷来的。但是我觉得名字取得很好我也觉得，我就是取名字取得蛮满意的，但不知道内容要放什么，那就超级满意。其实我原本是希望这个节目可以请到一些就是大家比较觉得怎么可能找来，对然后才会有那5颗零。对，所以才叫那5颗零。但是我发现那种真的有点不太可能的，就是真的不太可能找来，所以就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是说不定未来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目标啊。对啊，还蛮想去邀请一些超大尾的。对啊，会蛮有趣的，就是它变一个很赞的那个方向吧。没错，希望
可能我要再打磨一下，就是让那个大伟的看到我的频道会觉得我有料。嗯，对，希望可以。其实有蛮多想找的，但是就先不透露好了。不错不错。那毛毛有偷气话吗？有偷气话吗？我实在是想不出来有什么，我真的想不出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像我刚刚说，我没有常常看笔，所以我其实好像也不太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啊。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不要说算是偷吗？就是可能 maybe 蛮多 VTuber 有在做，就是画那个粉丝头贴吧啊。然后他们可以用换的，然后可以客制化这样。对，但我在想这应该也蛮多人做，只是我不是很确定有谁做过，所以我好像也没办法很明确说是从谁那里来。好像够多人做，也就不会被觉得是偷了啦。但就这件事情也是有人来推荐我说，如果看这个好像毛毛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就想说，好像可以，有人许愿我就做看的。对，最近被说很宠粉，因为他们许愿好像很容易就会出现。我最近也被说很宠粉，因为他们叫我吃虫我就吃虫。很宠粉是吗？宠粉对，真的耶，天哪，真的很宠这个真是困难重重哎，超级。我们来看看，哇，好难哦。感到身体讯号是什么？我觉得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今天跟研究室说，我早上做了一个好奇怪的梦啊。然后他们说什么？说我梦到就是要搬家，所以要去看房子，然后就去看了一间，就是感觉比较像一个透天厝这样子。然后那个透天厝的门打开进去是一个超大的厨房，就它是客厅跟厨房连在一起那种。然后那个厨房超大，它有个超大的琉璃台，就是整个么字形的琉璃台。然后那个琉璃台的其中一个 L 的角是超大的那个洗手槽，这样就是洗碗槽。那个洗碗槽大到还有三个水龙头，太大了。我就想了一下说，这根本可以泡汤了吧？然后我研究室跟我说，那我觉得很合理啊，它其实是一个厨房兼浴室吧。如果你想泡汤，就泡汤。是这样子吗？我说是这样吗？对啊，我也想说是这样子吗？他说你想想嘛，要有热水，要有水龙头，还要有一个大水槽。然后还要有抽风扇，这不是浴室有厨房也有的东西吗？所以他们就合为一体是合理的吧？我想说到底哪里合理？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耶。不是吧？但这就因为我前阵子一直吵说我很想去泡温泉。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去。我不知道但总之就是我真的梦到一个大到可以当泡汤池的厨房好特别的梦，超好笑！我真的很容易做梦，而且我会记下来。哇，不见了！完了，你看你说了，成就达成。回来嘞！小事。好，看起来是短暂的了一下，短暂的。今天算还好。我很会做效果哎。EMP 表示叫我是吧？跟转盘一样会做效果。好过分哦！什么意思啦？天哪！我太会了吧！最近感到身体的讯号是现在蛮想喝摩卡的，这算吗？好，认真一点好了。你会喝那种摩卡新冰乐吗？那个我觉得太甜了。不是，你桌上不是
这个是虚拟摩卡，我想喝实在的摩卡。好这是2D 的啦，这个摩卡。所以你不喜欢喝太甜的类别的摩卡？对啊，因为像新冰乐都，我感觉那个都糖有点太多了。蚂蚁喜欢。对，对耶，所以如果我吃蚂蚁，我算是吃新冰乐吗？不是，是蚂蚁喜欢吃，但不代表你喜欢。对啊，我确实。你还得先让他们吃过新冰乐，然后你再吃那个蚂蚁，这样子。好麻烦，他的最后一餐也是吃蛮好的耶。这样听起来是真的好麻烦。对啊，好麻烦。蚂蚁也觉得很麻烦。对啊，他想说我为了你，我还要吃新冰乐哦，我根本就吸不到吸管，你是想怎样？但是说到这个啊，我就想到我们之前有一次开一个研究笔记，就是跟文字有关那一次，然后我们那时候就问那个做文字研究的研究员伙伴说，你做过最奇怪的研究是什么？你开过最脑洞的研究是什么？他说为蚊子喝豆浆。为什么？我现在是应该去问他说，你喂他喝的豆浆是有糖还是无糖？对，你还要喂他喝咸豆浆，超好笑。那他的理论是这样子的，就是以他们的分析来说，血浆里面蛮多的是蛋白质跟一些养分嘛，那蚊子就是吸这些东西来过活。那种豆浆本身也是一些蛋白质跟一些养分，那是不是其实他们蚊子吸豆浆是可以过活的呢？对吧？就以这个论点来说，好像听得懂，好像听得懂。对，所以他们就做了个实验，这样就是强迫蚊子喝豆。那结果可以吗？结论是可以。然后他们就不是有一种说法是蚊子要吸人的血才可以产卵吗？哦，对啊。对。然后他们证实了喝豆浆蚊子也是可以产卵。哇，蚊子可以吃素了。但是有个 but， 那个 but 就是它的卵的数量会少很多。觉得它的养分没有多到它吸一次可以产这么多蛋，就变成说等同的分量来说，血浆的养分对蚊子还是比较有利用效率的。哇，我完了，奇怪的知识用奇怪的姿势，超奇怪。你们的身体里流的都是一种豆浆啦，只是荤的豆浆啦，是怎样？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狗狗喜欢舔人，其实是因为它知道里面有骨头？你说好像他们不吃肉一样。也是哦，也是哦。我们还是前往下一个话题。以后吸血鬼可以喝豆浆过活了，真的耶。可能要问吸血鬼啦，我不知道。这就要看吸血鬼到底摄取的是什么部分。对啊，我是在想，如果吸血鬼不老不死的话，他们会饿死吗？应该会吧，不然为什么要一直吸血？我是觉得他们应该可以吃猪血糕啦。有道理。所以比较合理的是，他们会很饿，但是不会死，这样。就是会很饿，然后很痛苦，所以会想要去吸人吧。对啊。吸个不饿的。最喜欢自己身上哪个部位？我蛮喜欢我的脚的，希望大家不要夺走它。大家都很想把你的脚。大家都喜欢我的脚，我也喜欢，可以不要。对，好好笑哦！观众说奶疮不是奶疮，不是我身上，奶疮不算我身上的部位吧？对啊，疮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我要跟他切割一下，这样。
如果把它给火蛇拿着是合理的吗？我是无所谓，但是很怪哎，还是你把它放到我身上？没有啊，你现在拖着它，你知道吗？我已经拿，就是有一颗，那我是对你有一颗奶霜转移，把一份温暖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胸膛。我可以还你吗？应该是可以吧？你把它放回我身上就好。我蛮怪的，但我没有那么怪欸。好笑，回来了。好，我觉得谢谢大家。我看你蛮喜欢的嘛。我喜欢看它挂在别人身上。哦，真的假的？所以你联动的时候会到处发哦？也不算，其实目前好像没有什么联动被我贴过人，但是呢，之前就是开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画面上，然后就会有观众跑过来自己对位。这还真有趣。可以出周边人就出贴纸吧，大家想贴哪就贴哪。我跟你说已经有了，已经有了。救命哦！对，我用奶霜圆形贴纸，对，大家可以。好棒的贴纸，大家一定很喜欢。大很大，对，没错，你就是我觉得它不能算是我身体上的部位，因为它可以拆。看出来了， okay, 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吗？我被说服了，对吧？对吧？嗯，那最喜欢自己身上哪个部位？是眼睛吧？就刚刚有说眼睛是那个颜色反应的颜色，对，你把色元素拿去烧的话，就是这个颜色。喜欢。哦，焰色反应是火焰的颜色的焰色，没错，焰色反应。原来如此。好，我的眼睛好像就是金金的，很漂亮，没有什么特别的科学原理。这样很棒啊！这样很棒吗？不是你身为一只宝箱怪，是那多科学？对，要跟科学扯上关系有点太累了。你说的有道理耶。你曾经在关系中放下过什么让你心碎的期望呢？在关系中放下令人心碎的期望吗？被认可吧。哦，好像蛮有，就是对，因为我刚刚有说，对于我们原本的那个本部来说，研究本部来说，我来地球做研究这件事情，就像是自己跑去了原始丛林这样，然后他们觉得你一只翠猫，然后跑去那种地方做研究是怎么可能嘛之类的，对。我原本会很想要争取，就是被认可。如果我做这件事情会做出一些成果之类的话，觉得他们会认可我。但我后来觉得这样太累了。就我觉得如果我做这件事情很开心的话，那我是不是其实也没有那么需要透过别人的认可来确定这件事情？的确。但在那个就是想通到放下的过程是有一点纠结的，对，所以我觉得某部分来说，它是一种心碎的期望啦。我觉得我的也没有到很心碎，但我觉得好像有点类似。但我的是就是我好像在某个时候开始意识到，就是应该不会有一个人可以100%了解我，就是不管是谁都一样，就是要100%去了解一个人，其实是不太可能的，不可能的事情。对。然后我觉得意识到这件事情的
那个 moment 是会有一点难过吗？你觉得有点失落是吗？会有一点，空空会有一点，对。哦，因为我其实就至少小时候就是蛮希望可以有人多理解我的，对，但我现在已经我觉得放下了。这事情好像蛮常见的，就是对啊，我听过蛮多人讲过，说觉得小时候很渴望被理解这件事情，然后那个渴望被理解的心情，随着成长的过程，它会变成不一样的心魔。好像是哦，好像是哦，就很神秘，对，很神秘，像是我其中，因为我有点忘记我们当初为什么聊到这个，反正我们研究室可能也是在玩这个问问题的游戏之类的吧。然后就有一个说，他觉得他那种想要被理解的心情，后来变成他觉得反正不会有人理解我，然后他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理解别人？所以他跟别人很隔绝，就是他是在某个时期会被觉得很我行我素的研究怪咖，就是很少有人会去跟他讲话交朋友的，然后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朋友很少。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刚好有聊到这件事情，他也说哦，这个根源是，而且慢慢去挖那个源头，然后就发现感觉是因为小时候没有觉得被理解。然后另一个也有挖到，觉得小时候没有被理解的那个路线是，他觉得小时候没有被理解，所以他很希望可以尽可能去理解别人。然后他就很圣母心，所以常常就雷到自己这样，他就会觉得我都帮你了，为什么你还是没办法变好，或者是之类的。哇，这样很辛苦哎，他会把那个变好的责任都放到自己身上哎，就他会觉得他有责任让其他人变好，但实际上这其实根本不是他的责任。然后，但这个人如果哪一天不好了，他又会觉得他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或者是他不够理解这个人这样子，然后他就会自责。对，所以那个没有被理解的这个，就是他如果变化型，然后二转之后会变一个很大的心魔，它可以变成蛮多种不同类型的。对啊，比雷伊布还要多变呢，比伊布还要多变呢。哇，那可能我的其实还算蛮健康的，我现在其实基本上这方面好像还好，就是我就接受这个事实，就是反正每个人可以理解不一样的我嘛，那你们自己爱收集爱拼去拼啊，你只想了解一部分也没关系，好像无所谓。我觉得可以在不同的人面前当不同的人，其实还蛮好玩的。真的，我看你蛮享受的对啊，我跟不同的人像街访或是联动的时候也是，我跟不同的人讲话有时候差蛮多的，但这样你也可以发现自己的不同面向跟不同可能性。没错，很好玩，可以发现不同面向的自己。没错，就完全就是你说的。因为我觉得像刚刚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人的理解不一样的这件事情啊，就有时候是人跟人之间相处认识，然后这个人对于另一个人产生的观感嘛。例如说，我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那个观感，它某部分就会反映出我是怎么看待自己的。对，你会在跟别人的相处过程中，就是认知到自己。会耶，而且你很少会认知到自己以外的东西。好像确实，这好像是有科学根据，对不对？对，这是有心理学的研究，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我会察觉得到某些人可能跟我相处的时候会是跟我的这一面这样子，然后就会很好奇，那他其他面长什么样子？对，真的。就是有时候会去挖一下，蛮好玩的。对啊，然后就发现哇，原来他也可以这样子哦。对，很有趣。
对，人的形状就是形形色色的人啊，各位。没错没错，那个随着时间，我们都从形形色色的人变成了形形的人。变成了没事，我们来转最后一题好了。好好笑哦。希望最后一题也可以有深度。完蛋了，是什么呢？哦，天哪，这种题目有放进来的必要吗？好辛辣的问题。转盘好会做效果哦。谢谢转你是说盘。最后一题，然后他给你这个？对啊，还有我可以骗转盘，等一下才是真正的最后一题。超好笑，有毕业的必要吗？我觉得要看你对于这个频道的想法是什么，就对于你自己这个品牌的想法是什么。也是。对啊，这跟那个刚刚说出道之前的那种有点像，就是要不要出配信跟要不要毕业。对，我也觉得最重要其实是看经营的人想要给观众什么。对，如果他就想要留一个悬念的话，那就不要。对啊，他可以就不用饥饿行销。可以有一天突然就去了哪里，然后可能就一阵子不会有消息这样。但如果说，但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不定过一阵子会回来想要再播，所以就不会特别想说要毕业，这可能就会什么无限期休止啊之类的嘛，对吧？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说，这边有一些事情你想要把它断舍离，要说是断舍离嘛，或者说你本来就要换一个身份了，你要告别这个地方，那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做一个那叫什么仪式感，让你自己进入到那个你跟这个部分已经切割了的那个状态的话，那要。我的想法，我觉得所谓的有没有必要，其实有蛮多层次的。那首先就是本来就没有一定要怎样，所以可以不这么做。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去想的是，你希望你的观众们继续想着你会不会回来吗？如果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你就可以不要毕业。但如果你很确定你希望他们知道你不会再出现了，那你可以办个风风光光的。没错，我是这样觉得啦。那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会开到死掉为止吧，所以希望我可以到时候可以先训练好我的家人。就是宝箱怪这种算生物吗？算了，算平均寿命大概是多久？平均寿命要看住在哪要看那个。原来有差，就是对不同的迷宫那个有时候难度差蛮多，有那种那个魔王不知道在干嘛，就是随便动起来就把迷宫拆掉一半的，那个活不久。好吧，看来你们也是高风险种族。所以我不在迷宫里工作了。对，但好像也好啦，也好。对啊。我的观众是希望可以是希望我可以开个100年啦，我是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但我尽量。我们希望 YouTube 这个平台可以维持个100年。对啊，这也要 YouTube 可以也还好啦，反正在 YouTube 要哪一天不行了，肯定会有其他平台之类的。我们可以搬家，而且接下来会。就随着科技的进步，说不定大家会用不一样的装置在接收讯息。的确，说不定以后大家眼睛闭上就可以看到直播嘞，好像很厉害，好像很猛对，哇哦，我们转盘真的是太会做效果了。那我们就真的是最后一题咯。他说转盘后面到底有没有工读生？我看一下应该是有不是，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那边是柜台是吗？至少我没看到，没有啦，那是用脚踩的啦，我是用我的脚在控制。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深 V 话题转盘，名字是叫这个吗？深 V 话题时光，就深 V 话题，没错，我们的深 V 话题时间就进行到这里了，耶！感谢毛毛今天来玩，很好玩我也觉得比想象中还要好玩更多怎么会这样？而且还真的就是蛮深度的。对，大部分的都蛮深度的。有一些可能是一个自己也没有想过，或者没有特别去思考过的面向。对，真的会。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听对方讲的时候，自己也会想到自己可能本来没想到的角度。我觉得这也可能对于刚好在聊天室的观众们也会有一些想法吧。没错。我希望大家希望大家都有获得收获啦。对啊，应该有啦，应该有。好，那想问毛毛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毛毛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有，我最近有跟那个旅店的这个算是行动电源租借站做的联名这样子，然后我们有卖上面印了毛毛，但是并不会附带 EMP 效果的行动电源。这真的不会吗？我是觉得可能随机出货啦，毕竟就是要每颗都 EMP， 我觉得有点难，对，技术上可能有困难这样。如果这很想抽到会有 EMP 的，那你可能多买几颗。好有道理。那除了我们有就是卖联名的这个行动电源以外呢，也可以在各地的行动电源租借站看到有毛毛在上面的广告，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有路过看到的话，可以偷看一下有没有毛毛出现。好那个如果哪一天就是你刚好买到那颗有 EMP， 然后烧起来或干嘛的话，去看斯洛姆，谢谢。哇，靠！好，这是产业链是不是？还有我们这周5嘛，我们7月4号的晚上会跟斯洛姆一起读东京都防灾小手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一些日本那边已经写成手册的防灾知识的话，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看这本酷酷的小手册。他们排版很好看，必须得说。然后我们会直接发那个繁体中文版的电子书给大家，这样。欢迎大家来，完美的产业链，对，蛮完美产业链。谢谢斯洛姆，太好了。对啊。这个算自产自销吗？就自己制造问题，自己消灭问题。没有啊，我制造问题，斯洛姆消灭问题，我们没有自产自销。这个比自产自销还快乐好棒哦！我们真的是就是对我们扶植那个友善的那个企业伙伴，好吗？对，我们是关系企业。希望斯洛姆也喜欢这样的合作。可以啦，我们相信斯洛姆。可以啦，他就可以再开个卡户，问问大家行动电源烧起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合理，防灾挖灾这样。有道理。好，没错。好耶！这是快乐聊天时光过得特别快。真的蛮喜欢这种企划的，希望有机会可以多开这种的。对啊，我觉得你可以多找几个来深度解析一下，像打开宝箱一样打开它们。真的耶，哇，一切都串起来了，原来是因为是宝箱怪吗？对啊，每个 V 都是宝藏嘛，吼。太好了，真的耶！哇，赞！好，我要把大家都挖开来看看有什么料。没错。听起来好可怕。不会啊，我觉得是像我觉得今天的话题也有一些，就是例如说你的频道啊，然后什么的，觉得跟 V 有关的也不错，会蛮让人重新去思考自己到底为什么会想要站到这个地方。好，
以后多问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观众可能也会蛮好奇我们的想法的，所以我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对啊，对啊，因为这些是我们平常在做，可能说其他比较娱乐性的企划，或者是、对，就不太会在那个方向会展露出来给大家了解的部分。没错没错。而且有一些人以后也要出道嘛，可以先看看我们是怎么想的。请问要用什么挖用汤匙吗？我是推荐铲子啦，我不知道你觉得挖宝箱用汤匙是挖得了吗？铲子不就是比较大的汤匙吗？要挖比较大的分量的东西，当然是要用铲子啦。有道理，要把人埋起来也是要用铲子啦。对，对，铲子很棒，铲子很棒，大家都需要一把。对，大家都可以放一只在后车厢。他们说不要再叫观众出道了。这不是，大家平常都在迫害我，偶尔也换我迫害你们嘛。原来你期待他们出道是因为你可以迫害的。因为上次那个逆出代之后，发现蛮多人都蛮会用台语聊天的，很想要跟他们联动，只好请他们出道了。对啊，我觉得很厉害耶。对啊，还是你可以开观众向的生皮话题。好像可以想想，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也是可以考虑。反正他们都有时间这边看台了，我们抽个时间来聊天。直接来这样讲哦，有些人是上班偷看台耶。被抓到，好好笑啊！对啊，好好笑。不然你就做一个排班表啊，看他们哪时候有空啊。几点就是给我来接电话，讲完再走。对，好玩呢，好好笑，超好玩。只是毕竟平常都是观众了解我们，我们总要有机会了解一下观众嘛，吼。对啊，每次都是我们讲给你们听，换我们多了解你们呢。对，我们来好好聊聊，真的呀，好好深度的聊聊。完蛋，说不定聊完你就会想要出道了，不是？啊，不是先逼他们出道哦，没有，是先观众版。这样听起来很像就是在卖什么直销卖课程。对，一个拉一个。没错，你看看我，自从我开始做 VTuber， 我把原本的工作辞了，你看我一年赚了多少？零。自由工作者，真的自由工作者。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要怎么修理这些观众吧。肯定没问题啦，肯没定没问题。好，好，但我们目前短时间内就是先把这个普通 VTuber 版本的做好，我们之后再看怎么把观众抓来。我还以为是短时间内要先把街访剪完的。啊，那个也是，那个还蛮头痛。好啦，就是辛苦了，自找的。业绩长红，谢谢。长红吗？真的吗？好，谢谢。希望流量也长红，但我觉得它是长红。好，好啦，也好啦，收视长红也不错。对啊，那我们蛮不错的啦，效果蛮不错的。那我们等一下下播要访问一下吗？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新的问题吗？没错，而且还有新的麦克风。对耶，新的麦克风，好赞哦！没错，感谢毛毛跟欧拉夫偷偷来变出的麦克风。没错，刚刚坦诚了我跟欧拉夫是怎么接上线的，怎么密谋？对啊，我这是英雄所见略同。太感谢了，超好笑，对，好，那我们就跟观众们说拜拜吧，大家拜拜，我们等下可以去访问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耶。